如何設置稱重模式？第一部分，如何設置稱重商品？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零售商品，查找需要稱重售賣嘅商品，點擊右側編輯按鈕，開啟商品編輯頁面。喺頁籤一般中啟用參數，此商品可以稱重出售。滑動頁面到最底下揾到包裝單位欄位，填寫重量單位，例如千克、克、磅，一般填寫1000克。如果包裝單位填寫1000克，商品單價為110，咁售價就係每千克110。點擊儲存，完成設置。第二部分，如何稱重和售賣？顧客揀好商品之後，直接稱重。稱重完畢就可以結賬付款。打開 POS， 點擊稱重商品，輸入稱重重量，點擊確認。商品會加入購物車，商品售價會按照重量乘以單價自動計算。稱重完畢之後，點擊結賬，進入支付頁面，揀選支付方式，點擊確認支付，完成訂單付款。稱重頁面操作說明：輸入嘅重量需要精準，小數點最多2位。輸入錯誤可以點擊刪除，重新填寫。包裝單位會顯示預設單位。點擊確認，將商品加入購物車。點擊確認並列印標籤，系統會同步列印稱重標籤。第三部分，如何設置電子秤模式？電子秤模式適用於商品預先稱重包裝，貼好標籤之後，顧客到收銀台結賬嘅場景。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3橫，點擊設置，點擊模式。喺應用模式入面啟用電子秤。第四部分，如何設置同列印稱重標籤？點擊目標稱重商品，輸入商品重量，輸入列印標籤數量，可填寫標籤備註，點擊列印標籤。列印出嘅標籤會包含商品名稱、獨立 SKU 編號、每單位單價、每份售價、稱重重量、售價總額、包裝日期、食用期限、標籤備註。商品稱重完畢之後，可以調整標籤格式。喺稱重頁面點擊稱重標籤預覽，進入預覽頁面，可自訂標籤顯示內容同文字字體大小。設置完成之後，點擊左上角返回圖示，點擊列印標籤，就完成稱重標籤列印。第五部分，如何售賣稱重商品？打開 POS， 點擊左上角3橫，點擊設置，點擊模式。喺應用模式入面啟用 POS。將列印好嘅稱重標籤貼喺商品包裝，銷售時使用掃描槍或者設備相機掃描標籤2維碼，系統會自動將商品加入購物車。第六部分，查閱商品嘅稱重標籤記錄同重印。切換至 POS 模式，點擊稱重商品，並打開商品稱重頁面，點擊稱重列表。頁面會顯示所有稱重標籤記錄。商品稱重之後，如果喺購物車刪除咗，可以返去稱重清單，揀選對應嘅標籤記錄，點擊列印，完成重印。當日營業結束後，可以喺日結報表嘅熱賣概覽板塊查閱稱重商品嘅銷售數量、售價同完整銷售記錄。